在咱这大安区的时呢，拢计是农村啦。这附近有5个是呢，这古厝啦，文昌街250项3间店啦。附近较早的是呢，旧厝的人的子孙哦，现在文昌街、同马街附近哦，差不多约有400人。旧厝的清条号做拿宝庄啦吼，日本时代迄个旧厝号做那比心之249万对。啊，同马街哦，以前是一片的咱叫啥？迄田啦吼。啊，但是迄田的是呢，咱就经营的人是辛苦啦吼。敢若讲，若要咱就啥？做当的是，若要迄布条啊，迄牛拢计迄个甲土地去找啦，捌倒烂啦，毋是正经讲比啦。因为迄个土价的关系，讲土质较软细啦。哦。所以讲迄个种作会晓啦，但是起厝无法当晓啊。所以又叫揽地。哦，揽地。啊，揽地。即条算讲是刘公圳对。哎。迄阵除了迄落饮餐水以外，还有啥？即条沟。迄条沟是敢若讲。咱就大家啦吼，有哦，迄规片拢计是田的。你无够，无法当烧水咧。万一来啥物事吼，迄个无迄水沟烧水哦，无法度用。所以讲迄个天然的啦，迄个就是敢若讲伫水源路迄条哦，就是罗斯河迄边来有一个水沟，按迄个6吨位迄边来接来吼。所以讲2抓的是呢，捡一抓，破迄水真大，两个水沟接条的，接条的。所以讲日本叶会真叶。阮迄就是甲芦苇手的是呢，来拿一个沙，拿一个土，拿一个填起来，搁拿着5路的深尖哦，敢若讲土地一个爱拿一个回来，要较早真快。船拢来到遐，船是大只船啦，普通人咧雇迄款的啦，载几百分啊，4、500分啊，迄款小只船啦。行到当时有袂行？要照即阵讲好50几年啊，搁日本来50年，迄阵的是呢，差不多要即阵算差不多有，迄阵67年迄阵也搁有。一两车哟，无得徛的，搁有人敢讲，迄阵敢若讲要驶哦，真危险啊，过来欠开，过去的是呢，都较大只船的，差不多即阵算起来都8、7年，若船7、8、10年啊，就拿一个哟，全部就是敢讲，差不多70年就拿出。所以你爱有牌。有看船啦，伫算的时间讲，莫会安尼哟，无载物件，我当知。8号啦哈，迄啥意思？圣基都8号桥啦。较早来，迄个叫咩呀？讲咱个通化街就是民国43年来开垦的，因为高高手啊要开垦迄个罗斯河路起建要冲较快，老百姓的是呢边啊遐。伊也要争取权利，讲阮后头的是呢安尼欠去，讲要走出去，芦苇手则高个手则看着讲迄块地啦，揽地，无人要起厝种作会起来，马久收成哦，普通啊无介意，征收真快的，所以人一来。简单的厝啦，迄竹仔厝啦，乌遐啦，我那个土井迄较早都嘛是12平、8平的，留10平的也有啦。所以讲，迄阵的是呢，发到咱了水落雨风台，水势较大，拢淹啦。淹的是呢，来遮的人拢计
看过来讲啊，迄个无法度的时阵，宁可来外口发展到。所以讲无迄个是呢勇气，啊无迄个，敢若讲安尼迄个在库啦，迄无带在库啦，袂啉来啊，啊逐个拢走啊，啊走俗俗啊，那迄个卖第二手，第二手卖去啥？卖去槟榔尾的人，啊槟榔尾人啊，因为咱要伫咱遮深山吼，要到1600几公尺的深山吼。咱要居住啊，大家拢辛苦，做迄个沙田啊也袂晓，啊拢计真看到迄病有晓，啊看到小可做风太啊啉水伊毋惊，惯势啊，伊讲迄世上的代志，哪有晓讲呀？所以因遮拢计有法度讲甲啉来甲即阵，啊甲了啊，下港迄条是尔中华啦吼，遐都港遐啦，我甲无偌久到遐。龙潭啦吼，啊，甲咱诶新竹迄种龟啦吼，啊，甲算甲咱讲苗栗迄种面啦吼，客人啦，初来诶时拢担心都骂来啦，若拍拳啦，甲保比讲因大兄来，因老爸亲戚来啦，哦，啊一寡家属拢留在咱个中南部啦吼，啊等成功迄日，啊再过咱就安尼迄接来遮抚养安尼是。啊，所以讲，因食拍拼啦，有一寡敢若讲安尼，迄个出外名的志气安尼，才对。哪单的可以的？那你70年呢？70年啦。是到你店嘛？有晒杯嘛？是有你啊，医生爱无呢？爱无啊？你讲條歌咪該做大幕嘅啊？係啊。該當時做咩啊？啊？做大幕該當時啊？愛無個。好了。特别的客家人分布的状况係咪？日本时代嘅客家人嘅基礎嘅狀況呢，是點天人無面啊，最緊要有面啊，最緊要係民國45年時，莊客人啊，就是辦成了特別，辦成了特別嘅個人眾呢，莊客無田學工嘅，做工嘅，做木匠嘅。做奶水也好，教育家人有一批啊，是搿種是來特別。